大哥，不会被我说中了吧？天哪，是哪个姑娘这么有福气啊？来，不要转移话题，我们现在在说你。哼，就你这脾气啊！如果对方不答应的话，那你还不得把对方给缠死？果然是我亲哥，太了解我了。那你就说说吧，究竟是谁有这么天大的福气？啊，现在还不能说，事情还没搞定呢。不过你得相信我的眼光，你的妹夫绝对是人中龙凤。哦，相貌气质没得说，人品没得说，武艺超群，智慧卓越。哎，打住！我怎么觉得赵子龙没你说的这么好呢？你怎么知道是他？哦，不用说了，又是马庆出卖了。都知道了还问我干嘛？我只是看看你老实不老实。可是我真没想到，我妹妹的眼光居然这么差。你闭嘴，不许说子龙的坏话。好，那我就给你2天的时间，2天内搞定赵子。如果搞不定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把他打晕，然后带回西凉。两天？哦，哥，这件事没得商量，这是父侯下的命令，2天内把你带回去。真没有想到，你和国泰还有这样的缘分。我和义母很是投缘，上香姐姐待我也很好。义母帮我说清的事情，你可千万别怪我，这不是我的意思，我保证。我和青衣的情感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真的无法接受一份新的感情开始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想逼你。但是子龙，你可千万不要赶我走。主公，大业未成，切莫贪杯误事。吉日已定，我这是白白的拱手，将我的好妹妹送给了刘备。依我看，这件事情并非没有转机。公瑾，莫要再说了，我已被母亲责备不孝，后悔不已，忤逆母亲之事，我绝不再做。既然国泰如此赏识刘备，那主公不如就与刘备交好。夺我城池之人，叫我如何与之交好？主公，你且听我说。如今看来，这刘备是万万动不得的。不过，我们还有一计，可将其困在南徐，荆州无主。到时候，我们再夺回来便是。上有我母亲坐镇，下有赵子龙保护，我们如何还能再困住刘备？我们非但要与刘备交好，还要让其宾至如归，用享乐消磨他的斗志。美色歌舞不绝，让他沉溺在安逸之中，心甘情愿地留在南徐。刘备成为国泰的女婿后，必定会对国泰和乔公言听计从。倘若上香郡主与刘备情投意合，家庭和睦，国泰乐见其成，又不舍得女儿离开，必定会留住刘备。公瑾果然厉害，一来可以保我妹妹婚后幸福，二来不再与我母亲作对，让母亲成为我们的帮手，这乃是天时地利人和啊！妙计啊！此婚事一定要办，而且办得轰轰烈烈的。我要让江南的百姓把刘备当成是我的骏马爷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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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！母亲的大事啊！我福叔真是一人呀，潇洒呀！
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礼成，送入洞房。前辈，或许您说的是对的。上天既然不让我死，必然是有理由的。或许还有使命让我去承担。我双手沾满了鲜血，活着又何尝不是留我去赎罪呢？不论是使命还是赎罪，我都应该去完成。我应该到上面的世界去完成我最后的心愿。生当人杰，你的人生就当如此啊！谷中乃世外桃源，没有世俗之物。这几日我用碧荷采集了晨曦中凝结的甘露，就以此礼敬前辈吧。起来吧，不要再用那些俗不可耐的虚礼了。你走吧。前辈保重。高将军，高将军，你救我出去好不好？你救救我！石烨，救你不难，但有件事情，我始终不曾释怀，你必须一五一十的回答我。
在青衣的心目中，我就一点也比不上赵子龙吗？我不知道。青衣曾经跟我说过，从小到大，你只要一说谎就会结巴。我高将军，我真不知道。石燕啊，在这段日子里面，该放下的我都已经放下了，唯独这一点，我始终还是放不下。高将军，你救我出去好不好？我不想再被耿纯关在这里了，好吗？耿纯死了，看护你的兵士也被我杀了，你走吧。高将军，你知道我家小姐在哪儿吗？我想去找她。青衣她或许已经回到常山郡了吧？不，高将军，你一定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我这次出来就是为了找她，我一定要找高将军。院外有匹马，还有些干粮，你换上男装，赶紧走吧。高将军，你告诉我好不好？你一定知道的，对不对？高将军，你给我闭嘴！赶紧给我走！啊！哥哥，我求你了，再给我点时间吧。你就别求我了，我已经对你够仁慈了。哥哥哪里仁慈，简直残忍！你就这么想错失这个优秀的妹夫吗？可我怎么觉得那姓赵的并没有那么优秀？你霸道固执，蛮不讲理！我要告诉父亲，哥哥在外面欺负我。先跟我回去再说。小姐，你可千万别为难自己，这插花可费功夫了。你不是最讨厌做浪费时间的手工活了吗？我有吗？有啊，以前在幽州的时候，你突然说想学画画，结果把教画的师傅气得再也不来了。后来你说你要学刺绣，结果把老爷珍藏了好久的绸缎毁了。还有，哎呀，够了！你不知道人会变的吗？你不觉得我现在越来越温柔了吗？怎么是你啊？你不是回西凉了吗？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我在。你和他？你别误会，我来帮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妹妹马玉柔，这位是……啊，不用介绍了，我知道她是谁。哦，没想到你眼光这么差。你就是马玉柔啊？你是马超的妹妹吗？嗯。那牛玉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为什么没跟我说你是西凉郡主？牛玉，玉柔，你跟这公孙姑娘之间有什么事情吗？你自己问她吧，反正你现在眼里早就没有我了。我先走了。哎，喂，玉柔，玉柔，别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整天跟在赵子龙身边，到底有什么企图？问你呢！哎，我说你这换了一身装扮，看起来倒有几分我们西凉人的感觉。你有什么问题想问就问我吧，我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好，最好是这样。我说你们兄妹俩还真是挺不像的。再怎么说，你为人还算正直可靠，可他却如此奸狡。奸狡？严密身份，假冒姓名，还不算奸狡啊？你说他一个郡主，不在他老家待着，跑来江东干什么呀？他
他的脾气一直这么坏吗？其实他脾气不差呀。哦，原来他脾气一直不好啊。你说我们都见了半天面了，你这东问西问的，你怎么对我妹妹那么感兴趣？哎，知己知彼呗，他现在是我的头号情敌。哎，我到现在才弄清楚他的身份。哎，你说这个情敌是不是太可怕了一点啊？不过我公孙宝月也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他要是敢欺负我，敢占我的便宜，门儿都没有。怎么，你是不是也想替你的亲妹妹跟我辩驳呀？他根本不需要我去替他辩驳，你们俩实力相当，有一拼。哦，哪方面啊？哼，口水多过茶，话很多，但都不在点上。喂，你说，我们自冀州一别也有好几个月的时间了，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？嗯？哦，怎么样？过得还好吧？嗯，还不错。你呢？我也挺好的。哎，你说你那个妹妹，该不会是逃婚？哎，她是不是有婚约逃婚出来的呀？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我妹妹没有婚约，而且她现在跟赵子龙也好像没在一起。啊，我就知道子龙不会喜欢她的。那说来，你此次来南徐，也是为了赵子龙。子龙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赵子龙真有那么好吗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这次能遇到你，真是意外，我心里很开心。我也挺开心的，虽然说我和你那个妹妹是情敌，但是你人不错，你这个朋友啊，我就要定了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不过此次没什么机会了，只有下一次再请你吃饭了，以答谢你在冀州对我的照顾。下次啊？哎，实不相瞒，我正在考虑怎么对付那个牛玉呢。不，你妹妹马玉柔。我跟你相遇实在是太开心了。我看你们兄妹俩关系也没那么好，不如你把她的弱点告诉我，让我对症下药，让她知难而退。说了半天，你还是想利用？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大小姐，用你的脑子想一想，这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帮着别人去算计自己的亲妹妹呢？哎呦，你就大义灭亲一次吗？啊！这赵子龙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让你和我妹妹千里迢迢、千辛万苦的来寻他？这你就不懂了，下次有机会再告诉你。我今天就要走了，回西凉。这么快就走啊？这不刚见面吗？难道你想挽留我吗？就像上次。哎呀，那怎么行呢？你既然有事儿，我怎么能耽误你呢？吃饭嘛，以后有的是机会，是吧？哎，你那个妹妹不会跟你一起走吧？她跟我一起走。我实在是太开心了，你真是一个大好人。既然下次没机会，不如就今天吧。哎，小二，结账，我请客。小姐，小姐，我们该出发了。小姐，时候差不多了。你烦不烦啊？小姐，少爷的脾气你也知道，要是你……哎，好了好了，你先去和我哥会合，我办完事情以后就过来。你不会是想逃吧？少爷知道会把我……哎，你完没完呐？快点走开！哎，快走快走快走！子龙，只要你肯留住我，
就算排除万难，我也一定会和你在一起。宝月，你找我什么事？子龙，我有一个重大的发现。在我跟你说之前，我得事先说明，我不是在说别人的是非，我是因为担心你才跟你说的。还有，我不是因为嫉妒。说吧。我今天看到牛姑娘了，她和她哥哥在一起。宝月，你想说什么？你知道她哥哥是谁吗？西凉马昌。我知道，西凉刺史马腾的儿子，金马超，马梦琪。没错，这个牛玉根本就不叫牛玉，他是西凉的郡主，他叫马玉柔。这个马玉柔一直跟在你身边，我觉得有必要弄清楚事实的真相，万一他有什么阴谋，还得多加防范才是。好，多谢你的提醒，我会留意的。子龙，我正好去找你呢。找我有事？这2天我哥哥来找我了，我父亲让哥哥必须把我带回去。子龙，我就要离开了，在这之前，我想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。你希望我怎么看你？当然了，我不能勉强你喜欢我，或者很快接受我。我知道你还需要一点时间去忘却前尘。不过，如果你对我有一丝牵挂，无论你到哪里，我都会来找你的。这是我亲手画的，我想送给你作为纪念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你是谁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哥来找你的事，我已经知道，并且我还知道，他的身份并不简单，对吧？西凉郡主。子龙，我并非刻意隐瞒我的身份，何况我不认为我的身份有那么重要。你是不是郡主，我并不关心，我关心的是你为何执意要在我的身边。我有收到军情，曹操自从赤壁兵败以后，回到许昌，就时不时地向你父亲摆手，而你父亲的态度始终摇摆不定。你怀疑我是父亲派来的细作？作为主公的贴身护卫，有些事我不得不谨慎。赵子龙，你够了！难道你的脑子里只有尽忠职守，没有半点柔情似水吗？为什么我这一路追着你不肯放手，你难道一点都看不出来吗？我费尽心思，不过就是为了让你爱上我。你一定还想说我这么处心积虑的，到底有什么阴谋？这可真是天大的阴谋！从我在贵阳第一次见到你，我便像傻子一样的爱上了你，任凭你对我多决绝，我还是死皮赖脸的跟着你，我愿意为你做一切事。你说要等到刘皇叔完成大业才考虑儿女情长，于是我就告诉自己，我愿意等。不要再说了。你不是想知道我的阴谋吗？我愿意花上3年、5年，甚至10年去完成这个阴谋，直到你真的忘了过去，直到你眼里有我。郡主，我不是怀疑你，但是为了主公的安全，还请你如实的告知，你到这儿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我说了这么多，你竟然……我明白了，我把
马玉柔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。我要你记着，我曾有多么爱你，就能有多么恨你。我敢于千里相寻，就不怕再见无期。小姐她人呢？小姐说她一会儿就来。小姐，你来了。玉柔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邵子龙那厮欺负你了？没事，我们走吧。来，小姐。穿三国志，谈下千里河，人不尽，秋思寂寞，冬夜挽歌。清风吹一阵，秋梦停留，长忆如水中一河。细雨路风悠悠，最终几重，只叹悲欢全守候。月朦胧，暗相守，只如相拥，却将青丝忧愁。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，赵子龙，你凭什么跟我使性子啊？长得像他是我的错吗？我告诉你啊，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最痛恨的就是我长的这张脸。我不要你报答我，我只想能够走进你的心里。去追求埋后一他的脸庞，喜欢星梦一场理想。子龙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没有，你有事吗？牛姑娘走了，这个是她让我交给你的，孔明先生的锦囊。他有说什么吗？就说让你保重。哈哈哈哈。
那刘备空负皇叔之名，实则为织席贩履之徒罢了。而我孙家乃江东名门望族，他刘备何德何能，竟然能娶了上香？一切都怨我失策失职，让郡主受苦了，请主公责罚。罢了罢了，只恨那刘备小儿太能假惺惺、装腔作势，用尽了千方百计，蒙蔽了我母亲。既然事已至此，公瑾，你看今后该当如何？尽管当下孙刘两家的联盟不能破裂，但荆州却万万不能不讨要。荆州扼守长江，他的得失时刻关系到咱们江东的安危。刘备言而无信，借荆州之事一再敷衍搪塞，我恨不得一刀杀了他。刘备虽然善于做戏，但他并不善谋。只要咱们设法让刘备在江东多住些时日，阻挡住他与诸葛亮的任何联络，而后咱们再对刘备软硬兼施，早晚会让他还了荆州。阻挡诸葛亮和刘备联络，其实并不难。只是赵子龙他现在在江东，此人勇猛过人，并且对刘备忠心耿耿，恐怕他是不好对付。既然是绊脚石，那就让他永远消失。你刚刚不是说孙刘两家的联盟是不能破裂的？况且这赵子龙可是刘备的爱将，倘若是杀了他，岂不是惹得两家兵戎相见？主公不必忧心，公瑾已有谋划。让我担当吴军统领。是啊，赵将军威名远播，尤其与曹军作战多年，战功赫赫，所以我想趁赵将军在南徐之际，帮我操练吴军，为日后与曹军再作战时做好准备。承蒙都督厚爱，如此重任，只怕子龙有负重托。哎，赵将军不是外人，咱们也不必藏着掖着。上次曹军在赤壁大败，并非我们兵强马壮，而是由各种天时地利所致。曹操经此一战，迟早会报复，料想不久便会再次兴兵。哈，除了水战，吴军与曹军野战的经验少之又少，因此我特意恳请赵将军帮我操练吴军，把对曹军作战数年来的经验传授他们。这随刘皇叔娶亲来到江东的荆州兵，不也有500人？赵将军在操练他们的时候，就顺便把吴军给操练了。怎么，赵将军，难道连本都这种名字也不肯答应？承蒙都督厚爱，如果子龙再推辞下去，便是不敬我。子龙遵命。赵将军不必多礼，快快请坐。我以茶代酒，敬赵将军。
1、2、3、4、1、2、3，布阵。以前只知道赵子龙勇武，没想到操练起兵士来也这么厉害。真是将帅之才啊！唉，只可惜不能为我所用。主公，越是将帅之才，将来越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劲敌。战场上永远都是这么绝情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你说南虚城里出现了曹军的细作？是，而且牵扯的人员众多。既然已经知道详情，为何不立即缉捕？有几员大将牵扯其中，他们均手握兵权，城里的兵大多是他们的属下。况且这会儿程普、韩当、黄盖等忠心主公的老将都不在。我思来想去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我现在也可调兵入城，但城外的吴军是否也有细作渗入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很有可能此缉捕计划尚未实施，便已泄露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城里将会变得混乱，主公和家人也会更加危险。都督亲自到此，莫非是想让我亲自带着荆州兵去城里缉拿细作？正是此意。为了保密，本都督只得来找赵将军。那我们荆州兵参与此次行动，是否妥当？让荆州兵执行此任务，也是主公的意思。这还有何不妥？况且南徐城里一旦内乱，刘皇叔也未必能够保全。那依都督之意，何时入城？为了不让城里的曹军细作有丝毫察觉，午夜之后，你率领荆州兵绕到山路上，悄悄入城。500荆州兵士，今夜进城肯定没问题。至于我就不进城，因为今晚我有更重要的任务要去做。今天是15，月圆皎洁。今天晚上我要陪着大都督好好欣赏这大江之上的明月。城里的细作想要生乱，必定里应外合。如果没有外边曹军的配合，他们绝对不敢独自行事。今晚我们一边派兵到城里追捕，一边侦查清楚曹军的动向。什么？咱们渡过大江，亲自到江北侦察军情？这有何不可？我只是担心城内的缉捕计划。江东人才济济，都督可传下密令，让卢子敬代为执行便可。柳慎率领500荆州兵，全力配合卢子敬，不就行了？大都督，这样城外没有军情，这种紧闭城门、瓮中捉鳖的事，你还担心他们2人完不成吗？不是，我只是认为，侦察军情之事，何必要将帅亲自出门？当初诸葛军师和卢子敬也曾夜游大江，这才有了草船借箭的佳话。指挥过赤壁大战的大都督，莫非你连我家军师的这点豪情都没有？子龙，你疯了吗？连城，我们身处南徐，危险无处不在，这些
都不得不为啊。胡说，他们内乱也好，外患也罢，他们自会处理，用得着我们操心劳神吗？咱们不必理会这些烂事儿，他们还能奈何得了咱们？现在咱们客居江东，他们要是想算计咱们，有的是办法。主公尽管有吴国太护着，但仍然时时刻刻面临着危险。我们为了主公的安危，有些事不得不防。自从上次贾华刺杀主公之后，我为主公的安危日夜忧心。这儿是人家的地盘，不得不防。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，这是我等作为属下应该尽的职责。严城，这500兵士的生死，全都交给你了。子龙，山路这一段为山谷，两边山坡陡峭，可派潘璋率领1000兵士埋伏于山坡之上，预备好纵火之物。再令甘宁、凌统各率兵1000，埋伏于山谷两端。只要荆州兵进入山谷之后，甘宁、凌统各自堵住5口。可令潘璋先用火球、山石攻击荆州兵，而后再令甘宁、凌统两头截杀。都督妙计，切记，曹军要扮演的逼真一些，适当留几个活口，让他们把凶手是曹军的消息传播出去。诺。胡闹！真是胡闹！公瑾怎么能中了赵子龙的激将法呢？他堂堂一个兵马大都督，怎么能够亲自渡江侦察军情呢？都督的意思是，既然做戏，就要做得像戏。假如赵子龙死在曹军大营之外，岂不更好？连同公瑾，咱们才19个人。倘若一旦被曹军发现，不中了赵子龙诡计，公瑾性命危矣啊！主公不必忧心，这些都督都已想到了，还已有应对之策。即便如此，单凭19个人，你认为能伺机杀了赵子龙吗？难道你不知道他当年曾经单枪匹马血战长坂坡的事情吗？主公只管放心，当年长坂坡之时，赵子龙尚且是单枪匹马，这次可大不一样。赵子龙此番长枪不携，白马不骑，他只身一人，仅携带一柄长剑。他究竟想干什么呢？今夜月色皎洁，没有烛火，一样通明。在如此静谧的大江之上，能与都督共饮，真是别有一番雅兴。能在此情景之下与赵将军共舞，也是周某一大幸事。江湖传言，曲有误，周郎顾。都督的音律，乃是世间一绝，还有人能亲耳听到。月光如缓，波澜不兴，世间如此静谧，正是抚琴弄箫的绝好情景。只可惜，咱们此次是侦察敌情，如赵将军不嫌弃，
以后周某一定会当面献丑。好，好，谢都督。来，再饮。上。果然在这里。曹勋，住！今日我们本想散散步，没想到还是被曹军的暗哨发现了。看来这步是散不成。既然散不成步，那不如继续对月小酌。好主意。来。赵云，哼，周瑜，看来你的旧相识来了。哟，原来是夏侯兄弟啊！夏侯惇，咱们俩博望坡一别，有数年不见了吧？赵云，你够胆，离我军大营这么近，赞你狠，有点意思。这有什么新鲜的？当年从新野到江夏，我不也一直和曹兵搅和在一起吗？来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呀？咱们命令士兵乱箭齐发，直接把他们射成刺猬就是了。姚才，休得胡言！还记得当年长坂坡的时候，丞相就没舍得射杀赵云，现在谁知道舍不舍得？那个周瑜就更杀不得了，他可是吴军主帅，如果能把他生擒，岂不是奇功一件？这么说来，他们两人都杀不得。杀不得。既然这样，那众士兵一拥而上，将他们围捕。兄弟，你还记得博望坡一战吗？就是这个赵云赵子龙，他佯装战败，诱我进兵，致使我军损兵折将。谁知道他这回又玩什么玄虚？
既然夏侯兄弟这么有雅兴，看我跟都督饮酒，不如你们也卸下弓弩，坐下来，与我和都督同饮吧。赵将军都说了，你们就坐下来与我们一起同饮吧。来，大家都喝！来啊，我举起杯。大哥，管他们想干什么，咱们先派上百人围捕他们，试试他们的诡计来得快，还是咱们刀来得快。准备！都督，他们终于要动手了，怎么办？平日里操练你们的是赵将军，至于怎么跟曹军作战，自然得问赵将军。平日里我练兵之时，我有说到，地不分大小，人不分众寡，都可以形成极强的阵型。你们10几个人，只要阵脚不乱，无人怯战，都可以形成以1当10的阵力。杀！18个兵士，居然斗败了上百曹兵，而且还无一伤亡。赵将军最近的操练真是神效。不敢当，受都督所托，子龙只能尽力而为。大哥，不能再这么耗下去了，乱箭齐发吧。大哥，大哥，你看着办吧。大哥必有心，不过丞相官下让我一人担责。来呀，弓箭手准备。看来你预留的后手该派上用场了。来人，发信号。夏侯惇，你刚才忙着围捕我们这20多人，你可把江面给忽视了。这吴军的将士想念他们的周大都督了，派出了数10条船驶向了北岸。庶子又是奸计！派兵船接应，这不是我的主意。
你要骂，就骂周大都督吧。都督，你看今天的伤怎么收场？今日我们前来，只为在北安散散步，小酌几杯。既然这酒都喝完了，那我们就散了吧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，你们都走不了。夏侯渊，如果咱们对手的军乱箭齐发，你就一定能够保证毫发无损吗？如果我们的援兵继续强行登岸而来，你就一定能够保证你会击退我们吗？你就能够保证你的营寨不会被我们攻破吗？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明天白天再战，那才能杀个痛快，杀个尽兴。你看如何？你的意思是，就依周都督之言，各自散了吗？咱们各自罢兵，各自回营。收兵！这启明星终于升起了，天终于要亮了。这真是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。这个夜晚可能让你失望了，既没杀掉我，也没有害到荆州500兵士。我早就预感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当年诸葛军师借兵锋的时候，曾使用过你的兵符祭天。最后他虽然还给了你，但他却留下了一个母子印记。于是，我便做了一个假的。没想到又是诸葛亮，邀我到江北去侦察敌情，难道也是诸葛亮的主意？军师远在荆州，怎么可能面面俱到？这是我的主意。你冒此大险，究竟图的什么呀？我图的东西很多，但是得需要都督成全才行。哼，说说看。其一，我想借曹军的刀剑，再次清晰地告诉都督，我们现在共同的敌人是曹操。提醒你及时悬崖勒马，不要再做仇者快，亲者痛的事情。这个我自然知道，用不着你提醒。继续说。其二，我之所以不骑白马，不拿长枪，只以我训练过的吴军以阵法来拒曹兵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刘皇叔的兵士每一个都如此能战，你切勿错判形势。如果孙刘两家真要兵戎相见的话，你们一定占不了什么便宜。你想以此震慑住人？这只是子龙的一厢情愿。往后该怎么打，跟谁打，我心里有数。你继续说。曲有误，周郎顾，都督的才华，子龙向来佩服。可惜啊，我们一直不曾深交。就算当年赤壁大战之时，我在江夏，你在江东，也不曾并肩作战过。
我呀，一直在寻找这个机缘。哼，你这个机缘可真够险的。子龙深知都督是一个谨慎之人，不敢做半点冒险之事，于是子龙才想出此招。你口口声声说想与我并肩作战，与我交好，这话呢，半真半假的。你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刘备。对，我家主公来到江东以后，这几次遇害，都是都督的主使。为了能让你从此罢手，我很是希望能跟都督交好。与我交好？免了吧，你我各为其主，没有那一天了。至于让我放过刘备，哼，那就更不可能了。我有一句话，你不得不听，也不得不从。柳慎在山谷之中拿住了潘璋，他已经把加马曹军意图杀害荆州兵的阴谋全都供述出来了。如果你不想这些人证和物证都交给吴国太，你就要听我一句话。前番你已经惹得吴国太大怒了，这一次你还想让吴国太再动肝火吗？你在威胁我？你比谁都清楚，吴侯是个孝子。如果吴国太被气出个好歹，你觉得你周公瑾在江东的日子会好过吗？你意图杀害荆州兵之事，我不会向我家主公和吴国太提起。子龙只希望你能够亲口承诺，以后我家主公在江东的日子，你不会再阴谋屠害他。其实我承诺不承诺，又有什么价值？经过昨晚这一战，我已然很清楚，只要你在江东，只要刘备不犯大错，我已经谋害不了他了。我看都督是个君子，但是子龙还是希望都督可以亲口承诺一下。